親愛嘅天父，我哋以民數記23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嚟到民數記23章呢度，巴蘭係接住巴勒嘅獻祭，企圖嚟到神嘅面前係去得到神咒詛以色列人嘅說話。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愚昧嘅行為。喺民數記23章第1節嗰度話，巴蘭對巴勒說：你要在這裏為我築7座壇，又要在這裏為我預備7頭公牛、7隻公羊。喺呢度，巴蘭應該係抄襲咗約伯記42章8節裏邊，就係神去叫約伯為到佢3個朋友去贖罪嘅時候，係用咗7隻公牛、7隻公羊嚟到為每一個朋友去贖罪。好可能巴蘭係聽過呢個事情，所以佢識得用呢個方法嚟到係去神嘅面前，企圖用呢個獻祭嚟到係去收買神嘅心。咁喺呢度，巴蘭所做嘅係更進一步，因為當時嘅約伯應該係用1個祭壇，將呢7隻牛、7隻羊為每一個朋友去獻上。而家巴蘭呢，佢係用7個壇，似乎佢嘅心目中越多係越好嘅，所以7個壇裏邊每個壇獻1隻牛同埋1隻羊，咁就足以嚟到係去收買神嘅心。喺呢度佢哋嘅錯誤就係在於佢哋以為神嘅心係可以收買嘅。咁摩押王巴勒就以為佢有財有勢，佢呢種嘅驕傲係導致佢以為神係可以被佢所收買嘅。咁而巴蘭亦都對神係一知半解，佢可能見到歷世歷代以嚟神係接受人嘅獻祭，以致佢以為係可以操控神嘅，用7隻公牛同7隻公羊係最貴重嘅祭牲，再加上7個祭壇，就係完美中嘅完美，以致佢諗住係可以用呢種嘅方式嚟到去獻祭，嚟到去收買神嘅心。咁其實呢種嘅獻祭同以色列人又或者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佢哋嗰個獻祭係以贖罪嘅觀念係完全不同嘅。其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去獻祭喺神嘅心意當中係講出，因為人有罪，以致人需要透過獻祭嚟到贖罪。呢個贖罪嘅祭亦都係去預表將來主耶穌基督要喺十字架上邊所完成嘅呢個萬世嘅救贖，呢個重大嘅事情係咁樣嘅原因，神去接受佢哋嘅獻祭。但係喺呢度，巴蘭係以為咧，獻祭越多越好，越貴重越好，越能夠收買神嘅心。其實呢度係源於撒旦嗰種屬世嘅驕傲同埋操控嘅想法。撒旦往往都係教人嚟到係去操控，譬如佢嚟到叫呢個嘅夏娃去食分辨善惡樹果嘅時候，佢都係話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其實撒旦係用緊一種靠人嘅能力去解決問題，靠人嗰個驕傲同埋自己嘅能力可以去操控事情嘅發生嚟到解決問題呢種嘅方向。其實喺呢度嘅事情，神正正就係要教訓巴勒同埋巴蘭，使佢哋知道神係嗰位掌管萬有嘅神，佢哋係唔可以操控佢嘅。咁其實喺呢件事喺尼希米記嘅13章2節都有提起，因為尼希米喺佢讀舊約嘅書卷嘅時候就發現呢件嘅事情，佢就喺13章2節嗰度講，因為他們沒有拿食物和水來迎接以色列人，卻雇了巴蘭詛咒他們，但我們的神使那詛咒變為祝福。喺呢度其實尼希米好見到呢件事情係神刻意將呢個詛咒變成祝福。喺民數記23章就記載咗巴蘭嘅2次嘅祝福。佢原先係希望透過獻祭之後，神會將詛咒嘅說話賜俾佢，但係結果神係將祝福嘅說話嚟賜俾佢。其實呢度2次嘅祝福嘅內容都只係指到神去善待以色列，去欣賞以色列嗰個嘅美好。個內容本身係對摩押同埋米甸係無損嘅。其實成件事情呢度神係要刻意俾佢哋睇到，神係嗰位嘅恩待人嘅神，神係嗰位大能嘅神，神亦都係嗰位向以色列信實施慈愛嘅神。個原因係神係嗰位守約嘅神。喺呢度，摩押王巴勒係非常之不滿意嘅，因為佢嘅目的係要嚟咒詛以色列人，而當中神嘅說話係竟然係祝福以色列人。喺佢嚟講，佢係完全嘅唔接受。佢認為佢付出咗咁多，佢應該係得到應有嘅報償，就係神幫佢嚟到咒詛以色列人。但係佢喺呢度對神嘅態度或者對神嘅理解係大錯特錯。其實神喺呢度仍然係俾緊機會，無論係巴
迦蘭、摩押定係米甸人，神都係俾緊機會佢哋去認識佢自己，佢認識佢自己係大能嘅，同埋嗰位主宰一切嘅神，亦都去認識佢自己其實係嗰位施恩嘅神。如果佢哋肯嚟到神嘅面前，嚟到真正嘅謙卑求問，去求問辦法，其實神係會將辦法教佢哋嘅。只要佢哋願意嚟到謙卑去求問，相信神會話俾佢哋聽，以色列並唔係嚟攻擊你哋嘅，你哋可以放心，可以喺當中安然嘅生活。但係喺呢度佢哋係刻意嘅，為咗要達成自己去咒詛以色列人嘅目的，佢哋係一定要操控呢位神嚟到達成自己心裏邊呢個嘅目標。其實一方面佢哋喺呢度係唔明白呢位神係掌管萬有嘅神，另一方面佢哋亦都唔明白呢位神係嗰位慈愛嘅神。其實喺神嘅心目中，神係只希望祝福而唔希望咒詛嘅。咁我哋喺羅馬書12章14節裏邊就睇到，要祝福迫害你們的，要祝福不可詛咒。其實神嘅心意裏邊，佢有一個基本嘅原則，佢係只中意去祝福，係唔中意去咒詛嘅。佢經常會以祝福作為出發點去考慮事情，但係其實佢係從來都唔會以咒詛作為出發點去考慮事情嘅。咁我哋睇創世記嘅12章3節嗰度，當神呼召亞伯蘭嘅時候，佢話：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其實呢度神向亞伯蘭講，佢唔係話你去詛咒邊個我就詛咒邊個啦。神唔係咁樣講，神係話如果嗰啲人去詛咒你，佢哋就自己會得到詛咒。不過最好佢哋祝福你啦。如果佢祝福你，佢哋都係會得到祝福嘅。即係話神嘅心意其實係以祝福作為出發點，就唔係以咒詛作為出發點嘅。喺創世記嘅27章29節，同樣當以撒嚟到祝福雅各嘅時候，都同樣有呢個祝福喺裏邊。佢話：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祝福你的，願他蒙祝福。其實係同一個道理，因為當時嘅列祖佢哋好明白神嘅心意，好明白神嗰個出發點，佢係以祝福作為出發點去考慮事情嘅，就唔係以咒詛作為出發點去考慮事情。喺路加福音6章28節，主耶穌亦都喺佢嘅教導裏邊去講明呢件嘅事情。佢話要祝福咒詛你們的人，要為凌辱你們的人禱告。喺箴言15章4節嗰度亦都講，溫良的舌是生命樹，邪惡的舌使人心碎。其實喺聖經裏邊，大部分都係以呢種積極正面嘅方式嚟到去表達我哋應該講嘅說話。我哋應該要講善嘅說話，係唔應該講惡嘅說話，因為善係可以建立人嘅，而惡呢就係破碎，甚至令自己都係受損。以賽亞就當佢見到神嘅時候，以賽亞書6章5節嗰度，以賽亞好明白呢個道理。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所以當以賽亞見到神嘅時候，佢就醒覺到自己過去講咗幾多負面嘅說話，講咗幾多咒詛嘅說話，佢嘅嘴唇係不潔嘅。所以喺呢度，當我哋嚟到醒覺嘅時候，我哋要明白，我哋所講嘅說話只應該係講祝福，就唔應該講咒詛嘅。正如喺羅馬書嘅12章19至到21節裏邊講：各位親愛的，不要自己申冤，寧可給主的憤怒留地步，因為經上記着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不但如此，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不要被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喺羅馬書12章21節呢度講：不要被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其實係呢一個道理。如果我哋相信呢位神係真嘅，亦都相信呢位神係公正嘅，又相信呢位神係大能同埋掌管萬有嘅，我哋可以好放心，只係去做善嘅事情，只係去講善嘅說話，以致神自然係會有佢自己嘅審判，以致嗰啲惡人必然係會遭受最後嗰個審判同埋惡嘅結果，係佢哋自己得嚟嘅，就唔係我哋用我哋嘅惡言惡語嚟到係去帶俾佢哋嘅。喺呢度有一個好大嘅分別，願意我哋都學習以呢種以善勝惡嘅原則，就
唔係以好多嘅壞話、好多嘅惡言嚟到去生活，讓我哋唔好生活喺一種因為說話負面而係並不快樂，並且係自我招損咁樣嘅狀態裏邊。默想祈禱，奉我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